度做咩啊？我喺度保育咯，係阿爺嗰代留落嚟嘅，保育？家下興保育啊嘛，政府都係咁做噶啦。唉，唔係呢個保育，係呢個保育啊！潮流興保育係咪一個局？香港有歷史價值嘅建築物真係多的是，但係點先夠 quality 上榜呢？就要靠佢啦。1976年呢，咁就建立咗呢一個古物古蹟辦事處嘅。咁佢嘅職責就係專門係負責去鑑定、保護同埋維修呢啲嘅歷史建築啦。佢哋主要將歷史建築分成1、2、3級歷史建築同法定古蹟。呢啲嘅1級、2級、3級咧，只係向我哋嘅市民傳達一個保護嘅信息啫，但係佢就並唔係強制性係要保護嘅。只有被列為叫做法定古蹟嘅建築物啦，先受到法律嘅強制性保護嘅啫。煲呔佢哋就探得多，不過佢哋去示威嘅禮賓府係法定古蹟嚟㗎。嗱，好似煲呔都去飲涼茶，啱啱復修好開幕嘅雷生春就係1級歷史建築啦。不過人們不禁要問，搞保育活化有咩着數先？呢啲嘅歷史建築入邊呢，係有好豐厚嘅文化價值咯。咁俾幾個例子大家啦，虎豹別墅、景賢里，嗱呢啲都係好典型嘅中西合璧嘅建築嘅風格啦。嗱呢啲就係我哋殖民地啦，好獨特嘅文化歷史嚟嘅。仲有每棟歷史建築都有分咁上下耐，佢哋都係見證住年代變遷同歷史事件嘅發生㗎。當然唔少得就係我哋成日掛喺嘴邊嘅集體回憶啦。呢啲嘅歷史建築咧，事實上佢陪伴咗我哋嘅上一代、上2代，甚至係上3代香港人嘅成長嘅。咁就係令到我哋係對香港人呢個身份啦，或者係對中國人嘅呢個身份咧，係好有呢個認同嘅感覺嘅。仲有，依家啲商場全部倒冇咁倒，行下歷史建築仲吸引啦。發展成為景點嘅話，仲可以推動旅遊業添。不過唔係一味話保育就係好嘅，佢都會帶嚟壞處㗎。頭先都講過啦，1、2、3級歷史建築係冇法律效力嘅，咁樣反而好心做壞事。好多業主咧，佢就擔心啦。如果我仲唔快啲清拆嘅話，遲啲佢被評為呢一個法定古蹟咧，我就唔可以拆啦。所以啦，呢一個歷史建築嘅保育啦，反而係令到我哋業主咧係加快咗清拆嘅。咁樣就會造成政府同業主嘅矛盾出現。我唔係我要求嗰個7 billion， 我記得個 billion， 我嘅要求係想拆間屋住翻喺呢度。何東花園而家咧，佢嘅業主就好想拆嘅。就算政府賠錢俾佢，佢都唔制，佢都堅持要拆。但係政府咧又好想保留，所以你見到啦，呢個業主咧同埋政府之間矛盾咧就出現咗啦。最後做保育要用好多錢做收購同賠償，又要俾錢營運，塊地又唔可以賣嚟賺錢，政府嘅支出就大咗啦。咁政府嘅保育咪真係自欺欺人？係啊 ，Kiby 呢邊一邊搞保育，但係又拆皇后碼頭、天星碼頭呢啲香港人嘅集體回憶，就連政府總部西座都想拆咗佢起寫字樓啊！